怎么样？没看到必要。镖房中有风茄子，药里掺了川芎，会让人昏睡无力。那个店小二也是中毒而死。身有毒的门派，万毒门。镖可能已经被抓了，事不宜迟，你到附近找找看。我去万毒门走一趟。好。 你看起来笨笨的，没想到还会随身带着盐呢。我下山的时候就带着了，就怕哪天啊要在外面留宿，正好可以用它来做些好吃的。没想到今天就派上用场了。你这样倒像个厨子，不像什么名门正派的弟子啊。记得刚上清源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就像一个大笨蛋，只能做些好吃的。 逗师傅10年开心，现在应该是6师兄做饭吃了，师姐一定不喜欢。不过现在师姐有7号师兄，他应该不用下山再买点心了。你跟你那个师姐关系很好吗？我记得那是在避火天冰湖的时候，你也冒死救过她。当然。 她是我师姐啊。行了，可以吃了。你闻一闻，香不香？挺香的。小心！烫！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这么着急。那你拜个我。小心烫啊！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喜欢吃啊？以后我每天烤给你。以后。